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，英文全名係 How to be an Imperfectionist， 中文書名直接了當，就叫做如何成為不完美主義者。佢係由美國作家 Stephen Kruse 所寫。提到 Stephen Kruse， 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佢嘅全球暢銷書《微習慣》。佢專門研究習慣養成同埋行為改變策略。呢本如何成為不完美主義者，佢係微習慣嘅延續作品，喺亞馬遜都獲得讀者極高嘅評價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時之莎，同你每星期讀一本好書。作者笑自己係天生嘅懶蟲，正因為咁，所以佢不斷鑽研各種戰勝拖延同懶惰嘅方法。佢發現現代人痛苦嘅根源就係我哋無時無刻俾完美主義綁架。好多人嘅潛意識入面會將完美主義當成一個積極嘅缺點，甚至會喺面試嘅時候自爆：我最大嘅缺點就係太過完美主義，以此作為一種明貶實褒嘅自誇。作者喺書入面犀利咁指出，完美主義係一種具有破壞性嘅劣等心態。佢就好似一座冰山，露出水面嘅只係對完美嘅追求，藏喺水下面嘅係巨大嘅主體，其實係我哋對失敗嘅恐懼。要放過自己，唔要完美主義，學習如何同完美主義嘅自己和解。一診斷，你點解成日都開始唔到呢？首先，我哋要捉出令我哋原地踏步嘅元兇。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好廢、好拖延，其實背後都係完美主義喺度作怪。作者總結咗完美主義者最常見嘅5大表現，大家可以睇睇自己中咗邊幾項。1. 過高期待，成日追求完美嘅情景、完美嘅質量、完美嘅數量。比如一定要等買咗靚嘅瑜伽衫到靚嘅場地先至可以開始運動，寫報告一定要等到靈感爆發嘅絕佳時機先寫，設定減重目標必須係減15公斤，如果只係減咗14公斤就覺得自己好失敗。2. 糾結不放，過分關注自身嘅問題，反覆喺腦中上演小劇場，對過去嘅瘀事或者失誤耿耿於懷，好想穿越翻過去修改歷史。3. 認同需求，極度在意其他人嘅眼光，活喺其他人嘅評價裏面。發一個貼文，如果讚記數量唔多，就會感到焦慮，甚至會刪除重新再發過。4. 過失擔憂，害怕犯錯，將犯錯當成世界末日，認為任何偶發嘅消極結果都係失敗嘅證明。5. 行動顧慮，呢個係最致命嘅，因為擔心自己做唔好，唔夠完美，所以乾脆唔做，用拖延嚟保護自己脆弱嘅自尊心。只要我唔開始，我就永遠唔會失敗。二解法，由完美癱瘓到不完美嘅行動。既然知道咗病因，咁應該點樣改變呢？作者提出咗不完美主義呢個解藥，但係請留意，不完美主義唔等於擺爛、低標準或者安於失敗。佢指嘅係我哋依然追求卓越，但接納過程入面嘅合理波動同埋不完美。我哋唔再強迫自己一步到位，而係珍視微小嘅進步。作者喺書入面提供咗22個實用嘅解決方案。今日我揀出5個最易上手嘅心態同埋方法，幫助你立即打破完美主義嘅魔咒，用二進制思維嚟行動。呢個我覺得最有趣，亦都係最實用嘅方法。所謂嘅二進制思維，就係好似電腦程式一樣，任務簡化，只有1同埋0，做咗嘅就係1，成功；冇做到就係0，失敗。我哋成日會糾結我呢件事做得唔夠好，而遲遲唔敢行動，或者做咗少少就覺得自己唔夠完美而停低，自我批判。作者話俾我哋知，你應該要將注意力由追求10分嘅完美轉移到完成1分嘅行動上面。你唔再用我今日運動咗30分鐘嚟評價自己，而係用咗今日有冇運動嚟評價。只要做咗哪怕係一個掌上壓，着咗跑鞋落樓下行咗一圈，你都係成功嘅。呢種做咗就完美嘅心態，能夠大大降低行動嘅心理門檻。如果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好，不妨用呢個二進制思維，佢會立即令你由自我批判轉向自我肯定。行動喺大腦前面，
好多時候我哋會陷入咗一個死循環入面，覺得自己冇動力，所以唔想喐，因為唔想喐，所以更加冇動力。我哋成日以為必須要先有啱嘅情緒，先至可以推動行為。但係呢本書提出咗一個反直覺嘅觀點，如果你想改變持續，就要喺某程度上忽略動機，等行動喺大腦前面。研究顯示，行動同埋情緒係雙向嘅影響，我哋往往低估咗行動對情緒嘅強大塑造力。當你開始行動，情緒會自然跟上，而非反過嚟。所以，與其花時間尋找寫作靈感或者運動嘅心情，不如直接令身體坐低，打幾個字，或者出去行一行。身體一旦開始動作，你嘅大腦就會開始合理化呢個行為，動力就自然會跟上。記住呢個口訣：先裝模作樣，再弄假成真。對抗認同需求，從討好型目標轉向成長型目標。如果你總係太在意別人嘅眼光，活得小心翼翼。作者建議我哋必須轉換目標，討好型目標係為咗等人哋喜歡自己而行動。呢種目標嘅結果掌握喺別人嘅手入面，你永遠無法掌控。而成長型目標係為咗提升自我，只要你行動咗，進步咗，你就達標啦。比如上台演講嘅時候，唔好設定做我要令所有人都覺得我好犀利呢種討好型目標，而係改成我要練習喺眾人面前清楚咁表達自己嘅觀點。別人嘅反應你無法控制，但你有冇表達清楚係你自己可以控制嘅。只有唔再關心他人嘅認同，先至可以得到做自己嘅自由。分清意外同失敗，完美主義者往往將好多事歸咎於自己嘅失敗，然後陷入無盡嘅自責。但係作者提醒我哋，必須理性區分咩係意外，咩係失敗。例如，你今日原本計劃要去跑步，結果突然落起大雨，呢啲叫做意外，唔係失敗。你發咗一封工作郵件，冇即刻收到回覆，可能對方喺度忙緊，亦都唔係叫做失敗。過度嘅自我歸咎會令到我哋將唔應該承擔嘅責任全部孭起上身，最終被壓垮。學識對自己講呢個係意外，唔係我嘅問題，你會發現心入面輕鬆咗好多。使用微習慣嘅策略，身為微習慣嘅策略提出者，作者喺書入面再次強調，大嘅目標會令人畏懼，小目標先制王道。如果你想養成閱讀習慣，唔好設定一個月睇2本書，而係設定每日睇2頁書。如果你想健身，唔好設定每日運動1小時，而係設定每日做一個掌上壓。聽起嚟好少，但係淨係因為佢少到唔可能失敗，所以你先至冇藉口拖延。一旦你攞起書睇咗2頁，你通常會順便睇10頁。一旦你做咗一下掌上壓，你通常會順便做10個。微習慣嘅重點唔在於嗰個微小嘅量，而係在於佢幫你建立咗開始嘅慣性。呢5個方法分別從唔同嘅角度切入，以進制思維降低行動嘅心理門檻，行動先於情緒，破解動機嘅死循環，轉換目標類型，對抗認同需求，區分意外同埋失敗，減輕自我歸咎。微習慣嘅策略，即係用咗最少嘅行動量去製造最大嘅慣性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選擇最適合嘅一個，先開始練習。3、總結。最後我想引用書中一個非常經典嘅說話作為總結。作者話，比起完美主義心態，只要你接受不完美，結果才能夠更加接近完美。我哋之所以生活得咁攰，唔係因為我哋唔夠好，而係因為我哋太想一次到位咁變好。完美主義就好似一座海市蜃樓，睇起嚟光彩奪目，但永遠無法真正抵達。而不完美主義者，佢哋並非擁有完美嘅人生，佢哋只係更加識得同瑕疵共存，更加快樂、更健康、更高效咁完成嗰啲真正重要嘅事。如何成為不完美主義者呢本書，就好似一本俾現代人繃緊靈魂嘅除錯指南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被困喺拖延、焦慮同埋自我懷疑嘅監獄入面，咁我非常推薦你打開呢本書，跟住作者嘅腳步，
一起審視你嘅完美主義，返屬於你嘅自由。祝大家都能成為一個快樂嘅不完美主義者。如果覺得書入面嘅內容可以幫到你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留言話俾我知你係咪完美主義者。我哋下一本書見，拜拜。